迎收看《后上太上股》，有我太家讲。观众朋友，我是吐司中阿中股。今日看我做到安尼，可以老太家讲嘛个，冇唔错，就是旅行老旅游。根據你交通部管口嘅統計方式，你看得到吼，你出關嘅進來進到，然後對94年開始連3.6年，你出國旅遊嘅進來進成長哦，到194年度，大家看得到出國人數有1318萬多人呢，韓國年增率有11.3%多，看起來大家經常同好去出國去了咧，唔單止去出國，喺國內呢沒有同多人好細旅行，唔但係2日1日3日2日，佢同好同時行嘅發通。到底你都出國去了，又喺到國內來旅行嘅時候，要注意到乜嘅咧？你根本係有聽到50後生嘅慢奶爬走，為老大家講，旅行嘅時候要注意到乜嘅？眾上來歡迎，這些你來小嘅係你嘅質疑。大家好，我係最後去日本嘅質疑。咩當唱日本妹啊吼！再下來係你嘅總那個李家。大家好，我係夢想環遊世界環遊家家李家。哦，再下來桃園嘅鄉親北謙。大家好，我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吼，上次6年老我出機票錄出9點費用嘅當場嘅北謙。再下來你做動物嘅飛禽。大家好，我係飛禽，我做得用一點點嘅錢，同樣做得慢偏高嘅飛禽。慢偏高。我也想要慢偏高。最尾就係你嘅小鳳。嗨，大家好，我係不卡錯唔係慢奶溜溜走嘅小鳳。然後你講到慢奶爬走，就係你後生人嘅代表。兩下先來問一下，到旅行嘅時間，想向大家寫一下，你好嘅係自助旅行，也係團團旅行，請大家來寫一下好冇？像我個人嘅想法，我好自助旅行，做乜解呢？因為我唔好嗰種安排好嘅生活，安排好嘅 schedule， 我好自家想去做乜解？自家想去食東西，就是唔知大家好嘅係自助，也係團團咯。你看到50人全部係自助旅行誒，就想得到你平常是後生人同好去自助，先來問一下北謙，做乜係自助旅行咯？我本身吼到自助旅行吼，然後跟團全有相關嘅經驗。不過我自家吼偏好自助旅行多動多，該認為我感覺你既然吼全上愛去旅遊咧，假使行長行為不能綁定啊，上差下差嘅時間啊，係啊，行為不能吼配合拍攝吼。假使你想來多停留啦，假使你想來馬上照應啊，喺我依照團體嘅步調，所以我感覺是兩點來講，我會選擇自助旅行，因為我想我自由自在嘅感覺啊，到旅遊當中啊。主題北謙大家都同好自助旅行，自助旅行對後生人真係係同好嘅選擇，係冇質疑來講。因為像我以前細嘅時間係就家人向下團團，不過像我兩下就好好自助旅行，因為你嘅後生人冇賺錢多嘅錢嘛。故說，大家都點？故說呢，像你就係小資族，就會有自家小資族旅行嘅方式。像剛才北謙講嘅浪費時間，像你團團就會坐遊覽車，去浪費時間。不過像你自助旅行，交通啊，還有帶嘅地方嚟感覺，像小資族帶嘅地方，你做得選擇講係民宿，或是你當地嘅人嘅套房出租，按樣去。因為按樣唔單止而家嘅地方冇按貴，你還做得去感受講當地人嘅感情、人文風情啦，嘿嘿嘿。故所我就好好自助旅行。唔講自助旅行有時間最好嘅地方就係某啲嘅 schedule 當空嘅行程，就有時間你走成空嘅上嘅是走嘅時間，就留到去空嘅地方去，看一下呀地空嘅地方係咪有買乜嘅東西，係唔係？像我大概都係多幾片之以後。我將去看講鄉間小路，像我帶嘅地方嘅空嘅地方度，有乜嘅小店嘅，可能係設計，還係看嘅，還係做嘅，就做得去看，就做得發現到人家冇發現嘅地方。冇錯，佢自己講嘅動作，佢飛禽咧，你做乜好自助旅行咯？
因为俺是都自家出门好轻松，只要头先把他们讲。可是规划行程懂跳呢？规划行程一定爱，不用规划。这种叫什么？改天要很多佛系旅行者。可是这个讲的是，就是我心里想，俺们都不用规划，就是走的，你去到街。和像头先子瑜讲的美系，我會從我未會選擇帶當地嘅民宿，某時係一道比較有特色嘅某孔用，比如說從cái背包客棧類似安用應該，所以是走在青島東島才體嘅文化。附近咪東島小旅行係冇，老開架車嘅他嘛講很多小旅行吼。我嘅自助旅行差唔多都會係國內嘅，因為頭擺咪去外國。是移到外國在世界上去，發現自家其實國內嘅都搞唔得睇，所以我是到差唔多為30年前，我是開始旅行自家附近嘅會所，比如講我係竹東人嘛，我是去我哋竹東隔壁啊，是去關西啊，冇是去峨眉啊，還去那啲地方。走的青島東都是頭先子瑜講巷子裡面的東西，文化，嘿，從我去峨眉是青島峨眉有一家天主堂，和幾間動入名嘅地方，動入名嘅地方，因為幾間天主堂看起來 QQ 嘅，可是因為佢保存到凍好，和幾間門後看出去是一片草皮，和我第一擺去街係去看一個表演。那个表演就是都在天主堂，天主堂嘅頭前，還有啲觀眾是係坐到嘅大草皮，所以嗰種感覺其實是係從到外國啦，所以我未考過，就是國內嘅自助旅行。懂於氣氛，像啱啱飛琴有講到吼，其實你到國內嘅旅行嘅時節，係了解到彩體嘅風景。嘅小鳳你旅行嘅時節，係初衷喺度部分哦。我是做。那些吃出旅行，因为我做安尼把给钱的哈，做的晒都你去给相关试的地方，比如说美食嘛，你都在现在讲带较不同的位，好，老个因为你吃猪诶，你老民以食为天，嘿，现在意思较好，因为你要跟团全部吃的一种用啊，的某意思啊，你去给出去就都在设计个好的啊，哎呀，美食啦。平常是老不抗营會出去嘛？老帶新人啊，也係補尿。當然六代就叫我帶啊！某一天啊，可能想喺老補用那個再度蜜月旅行。帶披薩。冇啦，我就做到千30年，因為我頭擺我去到有30種以上嘅國家。有冇按到呢？係，不過我冇事前呢。因為我係去表演的，人家拜託我去嘅，天天劇團出去。我是個吃出旅行就100天天去日本，因為嗰樣是生人的忙兩世啦，也生人的忙兩世咪好，也去到日本咪好，5、4千，坐飛機5、4千，太假個記得哦，就俾到帶佢去翕相啦，係啊，跟你講咯，你吃出旅行的時間。係啊，其實我老小鳳強用就頭擺就老樣整線嘛，出國表演。不過我團團沒有，還去個吃出旅行沒有，我卡好吃出旅行。用慢講。係，因為先講團團好咧，我知道團團有好有壞。後來呢就係嘈雜嘅時節，嘅偷油啊，我老公講一堆歷史嘅故事，因為我知道係，我知道嘅出國啊，就會懂黐咪。冇唔錯，我啲嘅歷史就係重點。韓國啊，唔過唔好嘅就係愛看嘅東西，可能就看唔到。就愛去個吃出旅行啊，就做在去個規劃。其實你哋吼，兩下嘅時代係好上癮，唔過當當然上嘅現在係吃出旅行係因為咧行程做在較輕鬆，做在較去個規劃。唔過團團咩有幾個好處，比如講你爸爸媽媽可能行路時節較冇方便，也係唔只按用辦規劃嘅時，團團係最好一個方式。唔過你做團團也係出國嘅時節，可能有遇到當地人講嘅事情，你家
亲像有肚多高。像我前一层的啊，我就去甲去非洲了，去四处旅行，我去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嘿，就东多加比嘛。非洲。嘿，不过这世界真嘅无名嘅世界，大家看到 Annie 就会讲 China， 哦 Japan， 哎呀，勁笑，我就知道有啲電影講，記得有一擺啊，就有一無名。見看到 Andy， 因為我買東島嘅咖啡，我裝去本錢平，係錢平好油代購咖啡。結果呢，佢點呢啊，就見門嚟講，hello Japan China 這樣子，唔講呢，就講台灣，係啊，唔講買朋友啊，就講啊，唔是差嘅，結果呢，幾啥無名呢，就做啲藝術。唔好攞我嚟借喎，行哥，唔好搬我嚟借喎，行哥，名啲嗌富台，愛搶嗌，搶錢嗌就夾就是在東頂人家，後來產嗌數據冇啲嗌富台紅，係啊，就東頂人了，係啊，手都把你抓着。因為你也有冇同啊，唔知幾多個嘛嘅。唐公不止了一擺嘅動危險嘅行程，唐公還有去肯亞係冇？係啊，我咩有去非洲嘅肯亞睇下都啲。你怎麼都去這麼可怕？我喺非洲嘅代表，可是你去的時候用肚兜按危險的事情。冇，去那邊都會有危險嘅事情。肚後都不用肚兜天天。所以韓國提倡大家，啲陸空歐洲也好，非洲也好，陸空中唔得滑手機，都危險。因為像我去肯亞嘅時間，啲茶檔哦，滑手機聽，因為佢重複啊，然後記得把它用下來嘛，又很熱。結果有個肯亞人也是黑人，樹呢好點存起來，愛搶藝術，東頂人家係後來才給他樹冇拉蟲，希望藝術佢就唔見睇咧，係啊，因為幾片呢應該係講較強酷啲嘅啦，有時候可能看到樹枝啊，就想我拿去賣啊，也對，係就愛自家來生意啲嘅哦，除咗理解以外，唐公嘅自己沒有讀到動危險嘅事情係冇？有啲好笑啦，因為用慢講啊，因為我去關島，我老我嘅阿姊，我大擺出國去行係平常時我就有帶點嘅有啲保健的東西。嗰時候我喺關島嘅時候，我入關，然後呢，佢就警犬，就硬片我嘅卡棒就硬。馬東要帶毒，嗰時候呢，個警官就讓我個卡棒打開來，就我個帶上啊，全部拿出來，連帶上的襯墊全部拿出來哦。嗰隻警官係死賴呢，係冇禮貌啲嘛。後來呢，幾錢都買，你幾錢都兩隻。薄荷棒，就係兩隻東西。因為你偷聽蟲嘅啦，嗰時候可能個警犬要知道，你可能係毒品。唔過呢真型以後用嚟真型清，你現在是要那個嗎？我來廣告係嗎？我是2磅妹，2磅妹，像剛剛有講到，自助旅行的時候，有可能會肚到，不然搶劫，也喺度開關的時間本，給警犬攔下來，唔過大家都懂得嘅。你都我不會旅行的時間，還會肚到行下度嘅困難哦，都係有乜嘅困難，你先聊下，等下再來，再講了。前面冇啦，天發我帶那人全部唔抵啦，我想用架啥負責咩都抵波呀，我就去月台就開始比數發用了，我就把第7月台，第8月台也都要踩，當擺陣人，就講咪就係捱，我就比個嘅 black bag，黑色包包啦。歡迎觀眾朋友轉到《後生太上公》嘅節目現場，家下有問到大家到旅行嘅時節，可能會遇到當地人講嘅事情哦。比如講，你下想到嘅就坐飛機嘅時節會遇到亂流。聽講，你菜場嘅來賓沒有當地人有遇亂流嘅經驗，你家先來講好嗎？我就係上擺啊，有一年呢去非洲啊，然後啲伊索比亞轉到香港，遇到風災，韓國又亂流。嗰時間呢，因為空姐啊都係非洲人嘅咯，冇法度叫。真嘅，我英文冇按好，我就每嘢懂簡單嘅英文，佢有點沒耐心按用，佢就講就是在這邊等，就在這邊等。結果呢，係冇錯。結果呢，我
本来迄招生都香港，安补亚都在香港停，故说电影东久，因为俺去厦门停了非常久，读到风采还有乱流，非常电影讲。给自己听青琼黑有非常大的同感。其实，你黑冇送比样机黑冇？俺有送比样机，有送比样机。韩国俺一比样机蛋糕比的东久，唔滴滴那一边就因为他在盘旋要进场啦，飞机进场，慢慢进场哦。不过我刚刚还比你哈电影讲，因为迄我去日本嘅时间，要去四处旅行，我去转来嘅时间，嗰陣時嘅風采已經到日本咧，嗰陣時青島嘅航空都停飛，但槍機。還有另外一隻，唔驚死啊，唔驚死，就愛比，就講好啊，既然唔敢比，我就敢做。哦，嗰時候我就上比樣嘅，嗰陣時你上比樣嘅，我印象當中嘅係你愛坐嘅，有對種遊覽車嘅，好多嘅比樣機嘅片，行嘅行嘅梯子，上嘅比樣機，嗰時候代表講嗰隻比樣機清洗咋。跟你上去了後呢，大部分亂流嘅時係已經比好咧，張開始有到嘅唔穩，唔講你去比上去嘅時上唔去啊。嗰時候呢，你硬邊上去，唔講你嘅邊又硬愛上去，又硬邊上去，就會知道嘅比樣嘅呢。唔但槍係按用，係亮按用。都係用嘛，T 筒係冇。T 筒係電影㗎，唔但槍用，因為嘅空姐咩冇講，有啲時空姐可能會講，不用緊張，你那一次，但唔槍係一時嘅亂流，冇呢空姐空氣裡面清緊種誒，空姐都見到你這就想擺台，跟你順風嘅阿婆，佢一開始非常嘅悠哉，哎呦。係開始送起嘅時候，開始阿彌陀佛，開始拿嚟佛珠係冇，啱見就算咧，開始下詩，我就是下鼻眼係冇，係，說應該係，不過嗰陣時我講哦，聽講呢個頭條就會捱咧，所以電影下嘅客家妹離開了。剛你說的購買嘅東西，給小朋友你知道安用嗎？他還說給。我們那時候應該係從香港轉來，真嘅哦。然後那邊去用讀到嘅空姐嘅面就當緊張，係啊，就坐到我對面，因為我腳長啊，嗰陣時挖 V 嘅，我就想講我那個前面冇人坐嘅，我真有地方好標嘛，啊，佢就坐我對面，佢在夾嘅面緊張，幾下哎呦，係啊，你冇講翻咧，叫強下。叫咩冇講啲，他讀到嘛個亂流啊嘛咁冇講翻咧，全部腳點點咧，真嘅，講出發，除咗腳點點一行卡突然驚啲嘛。香港嘅小朋讀到嘅困難咧，唔單止係讀到亂流，去日本咧，喺日本咩讀到當歐巴嘅事情哦，自家當歐巴唔係撇生意，唔係，佢唔係故意嘅，因為去日本啲 JR 係嘛嘅嘛，就台灣嘅高鐵，Japan Rail，係就像高鐵，啊，佢有嘅3日券啊，就要3日凊彩抽就50錢啦，啊，我第一個機場我抽到東京1點鐘，啊，嗰陣時我第一個月台有冇？哦。反正東西很多嘛，全部標下來，踩落我就送去嘅。我做出優秀嘅東西全部拿嘅，嘅後背包都冇拿到。拿到，標到一台單號。一台單號頂，佢一踩冇停咯，一踩車只少1點鐘到東京。係，啊到東京以後，我啲半路我就提供我快嚟，我冇拿到。我想講咩？因為我前啲地方。我帶飯店咧聯絡天發全部咩啲地方，我說我按比較帶內容啊，可以還好嘅，我冇睇起嘅，我說我快係冇樣嘅，因為我去到東京要加個早價1點鐘轉來，係啊，就東都好，然後台灣咧火車頭咁樣，一掉一台係去，你就去到隔壁一台係回，我就去到就有車轉來，轉來以後咧，我發一看到包包冇睇起嘅，冇睇起我就去，我就用個去服務台，前面冇啦，天發我帶那全部唔抵啦，我想用架就副掉咩都地波呀，我就去呢台就開始比數發用啦。你唔可以講日本話，我曉挖布啊，我就挖第7月台，吼第8月台，又對去踩，啊當我買當年，就講咪就係捱，我就比個嘅 black bag，黑色包包啦，黑色包包，黑色包包 ，it's here， 包，唔見就係冇，唔講咩呀？即係叫我腦人日本人。佢喺度動搖黐絲，佢喺度用點啊？佢喺度我咧講貼件一台以後，佢喺度就啲嘅開嘅地方打開，就捱包包啲地方，有下嘛嗰陣點啊？有下
嘅时间，佢输到嘅时间，嗰一隻編號，嘅編號係乜嘅？嘅編號係天后大概以後，嘅種是叫做輸到包包以後，叫做就話去監視器，監視器嘅吞畫面，我截取，啊叫做就那個編號就找到那個截取畫面，跟影像個畫面。來對講很矮嘛，哎，他們很有秩序的。我們可能都日本章做一道按那情形，你真的是那個虛驚一場。沒有人去過外南外其他的國家，像北京去美國係冇？係啊，我個故事吼，冇讓我記得吼那麼緊張啊、緊張啊，我個故事吼很生氣，我就是擺吼讓我個一群朋友吼去美國。吃出旅行，出發前吼，我都有撈一群朋友吼，有規劃馬上安排沒有經驗嘅行程吼，有其中吼就是一個朋友，佢是講吼，我去美國幾多擺啊，我做啲現場站內安排行程啊，結果呢完全冇啊，佢是擺爛。其實，所以咧，我哋吼所有花費就超嘅，所有嘅人吼是好多盤點幾年哦，完全看唔識嘅電視節目，整天非常累。根本就好睇一年，很浪費呢。懂，跟新冠都應該會懂。因為我哋唔啲愛去 IV 啊，去改去啊。係啊，因為我冇上到啦。你啲美國連個 Google 嘅導航有冇？就做得用自主力行嘅缺點啊，佢都美國就很多得用。家下北強有講到嘅，就係你都旅行是最強嘅一個人，就係旅伴。像下你去教人，嘅做牌人，假是唔好嘅時候用嘅時候，你都旅伴嘅時候，到底怎麼樣才是很雷的旅伴？有吃得懂雷旅伴嗎？可以止語。我剛剛那係講你要對冇禮貌啦，冇識下叫下去旅行嘅人，因為我講嘅係總批，我說你愛用。咁啊，總批模式他們。因為像我好好吃出旅行，像你我阿姊太了後，你都係吃出旅行。嘅後來我嘅阿姊有帶日本1年嘅時間，嘅樣是我老阿公阿婆就會叫下去請我嘅阿姊，嘅你就想去迪士尼蘭島。嘿嘿，因為迪士尼蘭島，因為迪士尼蘭島一定係愛搞嘅遊樂設施嘛。我說你愛去以前嘅我就老阿公阿婆講，你去嗰邊就會搞嘅遊樂設施哦，唔係坐到嗰邊是咖啡嘛計嘅哦，佢就話冇問題冇問題，你一定會搞嘅，冇問題冇問題。我說你就帶定去，唔過呢去了後呢，你佢哋看到雲霄飛啊，咁咪全部都驚嘅。跟阿公阿婆家是咁錯嘅。本期一個讚，你聽唔會講嘅啊？香梅啊，香梅，你就想冇要緊，你咩要到嘅較輕鬆嘅，故所呢，唔過記得看到有感覺哦，行愛排隊，係冇？麻煩佢。很麻煩，佢哋又冇上嘅，跟住你想哦冇要緊，跟你前面隻店本唔用3年，好好食嘅片，是咖啡是東西嘛，跟來了阿姊去聊去搞嘅遊樂設施，跟阿公阿婆又請講，你行聽嘢，你不要走太遠，哦冇行呀，你會迷路哦，什麼什麼之類，佢哋又講哦會被我們丟下來，故說後來挨到阿姊去迪士尼蘭島都冇搞到呢。辛苦咧，辛苦咧。帶總批團團較好啦，唔係帶總批唔好，係愛團團較好。我讓你規劃。我嘅意思係講咩吼，自家去較好啦。假使吃出當然係自家去也好。老朋友啊。係啊，香港飛行出去嘅時間，要拄到當惡嘅人呢。老開阿講他用班惡啊。我出門是拄到兇猛野獸。兇猛野獸，他們在中國遇到嗎？在中國。係到中國，我記得嗰擺去上海，喺上海應該忙起以前是有談講上海已好惡，講話未動台上，喺嗰擺去時真是有見識到。因為我去到個我想去買一種台灣買唔到嘅東西，係我是去簽到我大個盤店順頭啊，有一間看起來一台嘅超市，是從我哋一片頂好啊，有冇睇太間嘅超市？你是知道應該唔會從應該唔會便宜，係唔會便宜，所以我是去買，我買嘅項東西佢有送一個贈品。
hắn因为爱卖良相，卖良相送良相是所以时相，嘿，有时相，hắn爱是想讲我抽飞人机，我冇办法带暗道，所以爱是拿一相停。我是那一项，我是都该结账该只店人，佢咪当奇怪，佢咪唔会提醒你哦。其实是都讲，你要自己记得啊，你要自己记得，对，其实是都该系你该，因为自己负责嘅东西，系让我冇关系。报妹咧，系报妹，我是想讲，我那一项好咧，佢咪他就不以为意啦，佢爱转去判店。我妹妹是讲，唔怕，你是两项都拿转，我让你停那一项，对富阳去转台湾嘛，他爱提应该是转去老个店人讲，冇错不应该上，我妹带转去好咧，佢讲，其实就像他说的算，他其实讲。错不应该像哪有冇啊，冇你发票那不爱看啊，嘿，其实他就这样讲，那种哪有，我讲有啊，嘿，你自己拿走系冇？嘿，我刚刚是咪安印象，汉堡后其实请一个从几多个店长，嘿，其实请几出来，汉爱是老几讲，汉堡后爱请动球，请到几多讲个小票。就是我们的发票，还是不应该看，他去看到佢当五干年呢。佢空用當五間面，佢講可能我自己去讀啦，凊彩你看有人來上，剛剛當然啊，拿當佢解上，所以應該是知道啊，點解會解因係咩都安樣，所以保向愛美就自己心裡面不舒服，所以佢台上愛美停佢當台上，因為當壓啊，所以佢保向長要老街上玩愛，所以應該讀到兇猛野獸。真嘅係兇猛野獸，其實你都出過去了嘅時候，有時就會讀到安尼嘅情形哦，有可能唔係安尼倆三年，咩有可能係讀到嘅人，有可能本你惡嘅人，其實係很順風嘅人哦，有可能係你讀到都很奇怪嘅旅伴。像剛剛白強有講到耍廢嘅旅伴，係啊，佢要不然就是有時間係撞批哦，雖然佢唔係懂唔好嘅旅伴，不過將下離行嘅時間講，哦，我要休息一下，我要聊一下，這時間你就知道，哎，排行程全部走唔停，用解釋，嗰種你都離行時還有辦法幫你知道，離行好來安排，啊，兩下先歇困下，等下轉來繼續來老大家講哦。愛就你個機會，愛不一定國工作，假使吼，就免愛倆九馬龍個產品用水，九馬龍咩乜嘅東西？九馬龍係呢個呢隻正規嘅用水品牌。OK，首先愛搽香茅油就做得。你這對香茅油，你這聽愛大隻罐，不壓不用。哦，觀眾朋友，歡迎都轉來到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剛剛有講到，你去旅行嘅時節，當到嘅方式都嚟幫助你規劃行程，也係你去到現場嘅時節，都嚟看一下評價，有乜嘅動工具，也係有乜嘅粉絲專業，也係有乜嘅方式，都嚟幫助你百強做嚟小嘅一下冇。我吼時常會對種一條Facebook 粉專啊，韓國社團啊，加一條社團啊，呢度吼就應會免費，讓你分享一條像機票嘅消息啦，嘛嘅推薦嘅旅遊景點嘛，交通規劃，像是吼，還就應會讓你講吼，嘛嘅地方就便宜嘅機票啊，酒店嘅。兩個地方其實沒有參加，像我覺得我自己最喜歡就是什麼廉價機票大銷售，兩個社團，有聽按讚。其實有一家官廟就會你做的輸入講你會去哪一片，他就幫你搭配好，說廉價機票去還有轉來。其實我吃到最好的就是臉書大神，知道嗎？我最常用的是臉書大神，臉書大神是假使你就買個東西想來遞哈，你是po一隻文哈，是會就動到個朋友好心幫你建議的。如果假使係網美啊，就唔是po文啊，就po一個自拍照，大家幫我。
去日本要去哪里玩？真的完美。哎，住在北京安尼讲有关，跟你敢吃到有哪种东西做的帮助你去旅行的时间，有买公平呢？像我老北京差不多，有常是呀，它有那种 app 啊，非常的便利，尤其啊，迄 hashtag 非常好用。hashtag 拍摄。你唔但像会搞客家，唔会搞英文先生讲一下好不？等下请上。#OK。他讲一遍。#非常好用，因为讲呢，因为呢，像亚波人爱去花莲好了，就打花莲秘境。马上就有动到手才出来嘞，然后撒下来你就用一条的地图的 app， 然后选个起里，按用俺就吃到东风片啊，因为唔是规划嘛嘅，就提供那边有好料，那边有做的翕相，那边讲就做的按用去规划嘞。其实俺吃的吼，假使无聊的 app 人有一种东西最好用，就系 Google Map。因为 Google Map 连它给它的动到的地方的景点，还有设的东西，还有搞的方法，甚至会让你规划行程。真嘅，还有评分。对，就会安尼，所以假使无用了的 app 人，用 Google Map 咩当简单。最近呢，你知道去个平常时会用哪个方法来帮助你来旅行？差不多。未话去簽臉書，要到旅遊達人，還有一張是係應該大家都唔知，兩下動到縣市政府、地方政府，叫一張東西按到社區深度之旅。我都會去簽該東西，因為啊，這個社區深度之旅第1度有免費的那個車班，還有懂好懂當，不是，現在是秘密公開。媽媽代表，哎，它有免費的一些車班，你走在去抽該都差，還該都差的時會同你去聊。剛最近講的冇錯，其實到台灣兩下動都有安排嘛，個台灣好行的工廠，嗰度其實就算我以前咩懂些錢、懂便宜的錢，就像講嘅慈湖線啊，一路行到三門水庫去三行嘅，到龍潭去，甚至到太海了，一趟呢就幫你規劃好行程啊，這些東西當方便，幾小風呢？哎呦，我也看難時的方法啦。不管喺國內啊國外，我就會用英文先生 YouTube，好難嘅地方，反正就會看到個樣有嘛，嘿，我也去到日本清景澤，我就打清景澤，佢就會出來。反正那個圖像就跟那手機裡面的 Q 用啦，有乜嘅色咧，你就會點，我也係看難時的方式啦，係啊，國內國外就做得。懂針，這個吼，像大家講嘅藝主題，像乜嘅 YouTube 就用當到嘅紅人網紅，就會鋪在 YouTube 上面會上傳。你記唔記得是乜嘅拉麵？也還有一些是，比如說網紅一定要去拍照的地方，打卡點。嘿，你就會 hashtag 網紅拍照。嘿，大家就會提出一個現在這個乜嘅方式都可以綁出這個。不過你都超值旅遊嘅時間，都會向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有搞過嘛個超值的旅遊嗎？北京？因為吼，我個工作嘅關係哦，我時常會有出國工作嘅機會，我最歡喜嘅旅行嘅方式是係有人哦會讓你出機票啦，會讓你出酒店。你這個不行，這個不是一般人可以達到。我攀訪。相信吼，你個機票嘅時間吼，還做得前後嘅調整哦。所以吼。我個出國經驗是係花唔多乜嘅錢，是做得存錢，是係我最歡喜嘅旅行嘅方式。所以另外吼，我有一點吼，代購是係大家搶愛上到咯，代購。代購是係你專門挑一些價差動態嘅精品，你假使吼唔係用存錢為前提，你是愛帶幾樣東西轉來吼，其實你嘅旅費是做最是有的，所以下禮拜吼。我就你個機會，愛不一定國工作，但是吼，有人愛倆九馬龍嘅產品用水，做得九馬龍係咩乜嘅東西？九馬龍係呢個一隻英國嘅香水品牌，到台灣賣吼當貴，不過到英國帶轉來吼，應該係差唔多係台灣嘅7折。
OK， 唔是愛搽香茅油就做得。你香茅油，你這聽我大隻慣，不壓不用。OK，唔是嘅，唔是。你個嘅香茅油，然後嘅鹽呢，就是粗鹽呢，就做得咧。我想先電機下，做得。好，我想去帶嘅九馬龍。對，嘅至於你吃到最潮出的 CP 值清高嘅個理由係乜嘅？其實我像你小資族啊，像我其實就係佛系的旅遊者，很有蠻講呢。佛系就係唔管事情啊，嘛該就本給吃鹽。唔係像剛才把強嘅朋友。很有蠻講呢，我們是一種隨緣的心態，有蠻講，因為你係 free，因為將來係自由自定嘛，可能先聽好你會帶個地方，係你比樣嘅時間，給你多兩片了後，你這樣看講，富區嘛個好搞好了嘅，將來最上前嘅就係唔好帶飯店，那係從把強哎呦有人，你衰講嘢係嘛？冇帶飯店。帶個民宿啊，就輕便宜啊，係啊，係嘛個hostel 啊，或是膠囊旅館，對，就是比樣機還有帶個錢上下來，那試買個東西就做得試，買個東西就做得買，係冇？你家有同感嗎？有同感覺就會按用啊，我大概都會帶個背包客環境設型嘅朋友。係，跟你吃到最 CP 值清高嘅旅行係乜嘅？我吃到像我自家，我都會一天嘅時間去旅行。係 CP 值非常高，因為講咧，我們貴神嘅老漢出片咧，人看人，你最 CP 值就係出漢片啊，出片。出漢片因為貴族要懂嘢，日本影片，太假糖嚟講，其實呢，太假糖嚟講，其實呢，下歸旅行呢，你看 enjoy 什麼？很輕便嘛，較強，給行李嘅重量啊，就唔是少咧。韓國啊，一天嘅時間冇想愛食東西，就愛一筆午餐籃就走得咧，要喺手搖杯就走得一串咧。比足沒50籃，冇比足就係零咖比 OK， 食咖比，一條啉東西就走得咧。係啊，故上嚟知道一天嘅時間去旅行係 CP 值最高嘅。家太家都有講到，不管係掃描，也查嘅 YouTube，也係查網站，也係深度之旅，也係叫乜嘅？一天去旅行，一天去旅行，食咖比，要動態下有自家旅行嘅方式。等下轉來，我行來講，自家最想去嘅地方係哪邊？你先聊一下了。秋天我去京都。秋天我去京都，都嘛係秋天去。楓葉還有你做嘅衫褲會多一些咧，嗰時候就是做啊下文青感，就會可以融入當地。嗰種和服很多 kimono，然後嘅一天時做浴衣係冇。唔共用嘅，唔講我兩隻都做過咧。真嘅，嘅嗌係要我去嘅地方青島，係要啊清涼島，不同道風咧。觀眾朋友，歡迎到轉嚟，Annie 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家下咧要問過大家，到底用乜嘅方式做得來提升自家旅遊嘅品質？一下就會來問大家，一下最想愛去嘅地方到底去哪位來？你家來講一下好冇？像我一下台灣嘅話，我就想愛去綠島，綠島，因為呀綠島呢做得米水，還有啊看山呢，還有東島嘅山的下士，古上嘅東好去綠島。那片冇山的下士，冇綠島是正經係1分鐘就一。下青島市，係下東島市哦。好啦，韓國國外嘅話應該就會俄羅斯，因為我出到嘅世界足球杯的票，古上我就東平台。係啊。做嘛不會有呢？做係本你太高。我出到一票嘛，係啊，因為我就我係假球迷，我係讓我拼人係愛講來出，係愛出來出。當初喺台灣當時用人看球啦，看足球，古時候嘅中獎幾率就較多，我就出到4種，唔過一4種沒含愛錢，一種1萬球，當貴。其實1萬球算當便宜，係算因為我買便宜嘛，冇錢啊，你知算嚟算便宜啦。係啊，所以你家講想去俄羅斯，還有綠島以外，北京想去哪呢？到國內來講嗬，我想我去，其實嗬，只要有海邊都好啦，所以選墾丁，
其實你平常時大概生活順後面有海啊。該海灘吼，唔係讓人曬太陽嘅海灘啊，係釣魚嘅出海港嘅海灘，新烏魚港咩？唔係該種嘅啦。我先係算嘅原因吼，是係因為我了下配咧10公斤肉哦，我以前當少，我按到並挑林宥嘉，有我懂切，所以吼，我感覺燒肉去海巡吼，曬日頭啊，去料啊，是袂本來就見起介紹天性嘅倆通理啦，圓通啦。不過對國外來講吼，我會選東南亞，因為東南亞嘅東西好便宜，所以假使吼你想我當小皇帝吼，我建議。你走得去東南亞，因為該東西。去東南亞做小風皮。難怪有錢去東南亞。你走得去東南亞哈，走進一間店裡面講哈，那這些東西我要這個不要啊，全部幫我包起來。啊，有錢啦，有錢啦。佢睇歐巴嗌都包米，係包米人。除咗北京以外，嘅小朋友知道我去哪邊？我最想我去嘅係一講下唔點樣講荷蘭哦，荷蘭，咩荷蘭啊？荷蘭啦，因為嘅哦，看明信片咪有看到啲東東，鬱金香啊，係嗰度取景東香，嗰度又有乜嘅紅燈區啦，又做啲乜嘅放題嘅，和嗰度食嘅馬鹽啊，係合法嘅，係唔過，但是僅限於嗰度渡後遊啦，還是因為看嗰度凍醬啦，唔過也講窮嘅人，講嘅遊嘅，還是去過維也納。哦，係，嗰個想去聽一版。因為我講是去咩？我想講奇怪嘅，因為整個城市蠻耐就會景點，蠻耐就對去上海這樣提供。佢喺2次世界大戰嘅吼，戰爭夷為平地嘅國家，佢喺聯合國，大家向他出錢，大家全部就有投資。係咩？大家講是熊大跟他就有大陸咩？係古時候大家就要出錢，聯合國出錢，然後佢起來，佢幾隻國家就會城堡啦。係叫在較貼片咧條路係講下樣路邊，就刷牆壁，嘿刷牆壁啦，因為佢喺城市就觀光景點咪哈，啊唔過嘅三條溪嘅會上樓台，古時候要刷牆壁啊，佢東邊刷到西邊。然後可能又要馬上再回到東邊再重新刷，一年四季都在刷牆壁。按燈講，沒啦，就是講它保持它的很漂亮啊，係一年到頭就對路邊。嘅有人喊嘅 Q 矮哦 ，Q 矮。因為今年我想去青島嘅地方，我係有分批好咧，就那寫好 schedule 係冇。不過我真係有時間去啊，到底係冇時間。係都夢想啦，係都半夢啦。當就錢。想要搬去哪咯？半夢。關於我想去台南，係因為台南係美食之都，就係台灣嘅美食之都。真勁。有人講喺台灣就像日本嘅西京都咁樣，喺故鄉。所以先有台灣味道嘅地方啦。像我嘅朋友就講，你去台南啊，青島嘅店。隨便一隻小吃店就排隊，故說隨便一隻店都好吃，故說我就傾向嘅去台南吃東西，嘅我想嘅去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啊，是啊 ，Malaysia，係因為呢，那你填嘅時像剛才白強講嘅，就是我有度假嘅感覺，就做得去做比基尼啊，咩做得督促自己去悄悄嘅去講嘅。除咗馬來西亞，還會去其他地方嗎？有啊，秋天我去京都。秋田我去京都，做乜喺秋田去？京都係最有日本味道嘅地方。我想秋田去嘅時，因為秋天楓葉，還有你做嘅衫褲會多一些咧。嗰時候就是做個下文青感，就會可以融入當地。嗰種和服很多 kimono，然後嘅熱天時做嘅浴衣係冇。唔同樣嘅，唔過我兩隻都做過咧。真嘅，嘅我還有我去嘅地方青島，還有青兩島，不同的夢呢。
还播梦还播到那一片你，古总我电把强在哪里？还梦到那一片。寒天嘅時節，看家下熱天要嚟，秋天要寒天。寒天嘅時節，我去滑雪就會去北海道。我去北海道滑雪。因為你聲音不要骨折了。唔會，你去看看出來嘅，會驚冇？唔會驚嘅，環境都有驚嘅冇，冇所以驚嘅，一定冇問題。幾春天呢？春天。你是拍去日本啊？看櫻花。看櫻花就東江啊。春天係我嘅生日啦，係古說可能張上啦，唔知啊，歐洲吧。哦，幾飛天咧，其他人都講到懂得過關，你知道呢？我係校愛國內嘅，到台灣去上嘅。到台灣，我倆係最想愛去嘅係花蓮。係花蓮，台灣講咯。係因為前波是花蓮太體痛嘛，所以倆行愛旅遊要支持花蓮去改變旅遊。花蓮點是。係，佢有一張眼鏡是係頭版，因為我松寶人在我冇喺東西嘅時間，我是土記到是去花蓮在壽豐有一張很特別的地方，叫做五味屋。然後五味屋哈，五味屋其實係一間雜貨店。可是佢係日本時代嘅古倉，東華大學又撈壽豐一到社區互相結合，係合作，撈介咗為所變成一家雜貨店。喺佢做雜貨店嘅目的是係要幫後山的小朋友，因為佢都好文化弱勢。所以介到雜貨店啲背度嘅所有東西都係從台灣當到嘅人送去介片嘅東西，係還是本地介片嘅小朋友做介間雜貨店嘅小老闆，對，然後介到收入佢都可能係做一個善循環，佢都有可能會再去幫助一些好弱勢嘅團體啊，所以我是都，他們真係懂感通呢，所以我是走心靈路線。其他人就輕鬆按帶喏，你冇按過呢？唔敢講，你唔敢講話咧，講嘛嘅咧，係做緊報夢，嗰個報夢，跟住就是實踐你。理想者，就是幾個新冠地圖是每次都出去旅行窮人都會都該發錢，然後轉來嘅時間是會知道，我要去，轉來嘅時間是我，轉來嘅時間是愛談愛講，轉來嘅時間是會知道自己沒有學到東西。像飛天講嘅，真是你去旅行嘅時間，有時間去單純的去搞，唔過有時間去搞嘅時間，上愛有掉嘅抒發，然後抒發就係去搞嘅付出嘅時間。根據 Booking.com 嘅公布嘅最新嘅2018年嘅調查有顯示，超過19百個人哦，有認為 CP 值係倆下去旅行最重要嘅事情，有超過80個人想愛自由旅行，規劃自助旅行，唔知大家想喺哪一種旅行？唔管係團團，也係自助旅行。希望今日50後生人分享嘅旅行嘅行程，做嚟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哦。同歡迎大家係欣賞今日嘅節目。下禮拜今日嘅時間，我哋繼續嚟收看後生太上谷，要發太上谷。下禮拜再見了，拜拜。拜拜。